中共對台大型的統戰平台海峽論壇喺下汶開始咯。原底要出席台東縣長呢廖慶玲呢，伊嘅申請叫陸委會反對，最後用錄影嘅方式。但是伊這款大家檢舉到，伊甲中國元老合作嘅行為啊，這是毋是愛來查咧？縣長就講啊，伊講啊，伊其實想要互地方嘅產業有更較濟機會去互外界看到。另外，國民黨嘅立委你看，伊甲邊仔甲啥人翕相咧？伊這就是啊，最近上濟人看嘅戲劇《足浴》內底男主角周凌赫，希望這周凌赫未來嘛會當來金門佚佗。台東縣長饒慶鈴今年卻遭到民進黨當局的阻撓，未能成行。中國央視報道，台東縣長廖慶鈴原定13日出席海峽論壇，不過申請後陸委會駁回，改用影片的方式現身，所以引發到相關的單位質疑，強加紅對責。不管是親自去，或者說錄影的一個方式，我們都可以認為感受到他們去推廣為農民推廣農產品的一個用心啊。這個平台它本身不是在賣農產品，這個平台啊，其實就是一個統戰的一個平台。對這廖慶鈴聲明回應，加做地方的首長，上界要義的就是要安怎讓地方的產業有更較濟機會，讓鄉親辛苦的付出會當有回報。同款用娛樂影片參與海峽論壇的，包括國民黨立委蘇清泉、阿那那委陳玉珍，唔那是親身到現場，個見到中國演員周凌赫。他在演講的時候，我就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這個藝人哦，就跟他的經紀人還有跟他說，歡迎他到金門來，這個到時候，明年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門來演出，然後會來我們金門走走看看。做伙翕相食飯以外，陳玉珍閣親身向周凌赫發出邀請，到金門來旅遊。地方的首長到面台，攏積極替在地產業佮觀光找出路。不過，在兩岸敏感的時局之下，要安怎在交流佮統戰之間擇好勢，引發到各界關注。